我是台湾人，我是捷克人，因为我们都是民主人。中国的危险在于它的政治价值观。中国有一种传统知识思想，叫做“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”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这种思想曾经主导中国政治2000多年。近年来，中共欲与美国共管太平洋，提出中国梦，力行战狼外交，骗售孔子学院，推动“一带一路”，在南海违反对奥巴马总统无意搞军事化的诺言，在香港撕毁邓小平“一国两制”50年不变的承诺，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拥有台湾海峡的主权及管辖权，以及最近把手伸入南太平洋诸国，引起美国、澳洲、纽西兰等国家的紧张，这都是这种思想下的产物。究其根本，中共的天朝思想与霸权心态，对印太地区的国际和平已经带来巨大的威胁。期待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，未来不久的某一天，中国全体人民也能够跟台湾、捷克两国的人民一样，共享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。因为我相信贵国有一句国家的格言：真理必胜。我认为民主自由一定会得到最终的胜利。